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醫師摩嘅瓷磚分享頻道。唔知大家喺裝修或者翻新屋企嘅時候，點知點樣揀瓷磚呢？市面上咁多款式喎，究竟邊隻配搭最好睇？邊隻更合你眼緣？邊隻鋪出嚟效果好睇呢？依家我就分享俾大家睇下之前經我哋醫師摩員工嘅100%真實瓷磚案例啦。如果你都想將自己屋企打造得好似呢啲案例咁靚，甚至有更高端嘅設計感，睇完記得揾我哋查詢下啦。想睇多啲唔同裝修風格，記得訂閱我哋啦。我哋每個月都會有好多完成新嘅裝修案例啦，全部都會拍晒影片、相片同埋 VR， 尤其係 VR， 你可以置身360度喺個單位咁，可以更加立體咁睇到成個裝修單位嘅。我哋醫師摩提供超過1000款瓷磚，價錢比地鋪平20至40%。我哋先睇下柯麗苑呢個屋苑喎，呢度用咗現代簡約風格，全屋以淺木搭配，奶白色，望落乾淨明亮啊！我哋喺地板揀咗淺啡色木結嘅紋理，好自然嘅木紋磚，令到空間唔會太單薄。暖木色撞牆身嘅冷白淺灰色，感覺上即刻清新晒，唔會凍冰冰之餘，仲有木頭嗰種溫暖，住落去闊落又舒服啊！而第一城呢個屋苑，我哋用現代簡約貫穿，全屋偏向木色同米白呢啲暖色系。地面嗰款淺啡色木紋磚嘅紋理幾細緻，同牆身淺色油漆木家私好夾，望落統一又順眼。最緊要係呢種淺木色地面拉闊咗視覺，令成個單位光猛開揚之餘，多咗份實在嘅溫暖感啊！再嚟睇下星月居呢個屋苑，整體係白搭嘅淺木，好簡潔明亮。今次我哋特別啲，地面揀咗淺灰色木紋磚，而唔係啡色。呢種灰調同米白牆身形成一個好細膩嘅對比。一方面中和純白嘅冷感，另一方面又保留到木質嘅溫暖。單位望落更光猛，線條簡約得嚟，又唔會覺得寡。長洲桂桃花園呢個我哋用現代風格做主軸，全屋淺木襯米白，營造簡潔明亮又溫馨嘅感覺。地面揀咗淺啡色帶自然木結嘅紋理嘅木紋磚，同牆身家私好和諧。最特別係呢種暖木色地面，呼應咗長洲戶外嘅自然氣息，將寧靜帶入屋，令簡約設計多咗一份獨特嘅自然溫暖啊！而御龍山呢個單位，牆身同大型家私都係白色同淡灰。背景好乾淨啊！我哋刻意喺地面揀咗一款紋理好突出嘅淺啡色木紋磚，唔係平滑嗰種，而係有明顯嘅年輪結眼同立體坑紋，鋪出嚟好似天然木地板咁，有生命力。喺大面積白色襯托下，呢款磚即刻成為全屋嘅焦點，承接光線，令自然光更柔和，同時用豐富嘅木紋打破純白嘅單調。你可能入嚟第一眼望到開揚山景，但係低頭一睇，地面呢片真實嘅木紋磚，先至係令你覺得呢度好溫暖、好實在嘅關鍵。最後講下海怡半島呢個屋苑，單位以現代風格做基調，全屋淺木同米白，營造柔和清爽嘅背景。我哋喺地面揀咗一款紋理細緻嘅淺啡色木紋磚，呢款磚係全屋少數明顯有木質肌理同結眼細緻嘅物料，專門注入自然氣息。佢同牆身木家私和諧呼應，令成間屋視覺流暢，唔會因為太淺色而單調。